有风。你好。啊，刘峰在附近办事，就顺便过来坐坐。你今天没去接待考察团，是因为他来了吗？跟这个没关系。谢岩没几天就要走了，他对你印象还不够好，你赶紧回到公司。怎么接待考察团是我来决定的事情？你生什么气啊？你今天带谢岩去哪儿考察的？去哪儿了？我带他去天堂酒吧，然后去公园，去剧院。你这是去考察吗？我看你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吧？回酒店了，你们慢慢聊。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还没睡着啊？我去趟洗手间。哦。许多，我想明白了，就算和任务没关系，我还是你的丈夫。那你还会再离开吗？那如果是因为任务呢？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回到你的身边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就算不跟斯特林集团合作，就算不做什么女总裁，不管集团以后……石总，我懂。
谢谢。写的什么呀？说我到中国来，总裁的老公给我做接待，人还挺帅的，就是笨了点儿。今天很开心。谁笨呢？你来这个地方才不是来考察的。给你放1天假不好吗？你本来每天考察也就几个小时。是你们在国内过得太紧张了。在人口少的一些国家，大家生活的都很轻松的，喝喝咖啡，打打高尔夫，这样过完1天才算正常。为什么是同样的总裁，你过得这么清闲，云世彤过得这么累啊？我工作是为了享受，他工作是为了别人。老大，哎，你们先坐。坐吧。喝点什么？有鸡尾酒吗？有。老大你呢？老规矩， OK。环境还好吧？还不错。你还记得希拉库萨的那间酒？
醒了。去床上睡吧，我做完这些就走。你就算现在把这些都做完，你也没有时间看了。过2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来了，还不如一口气全走完算了。你怎么都没喝啊？我去帮你加热一下。不用了。去睡觉吧，明天不是还要去集团做接待吗？谢谢你，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。其实我早就该这么做。